礼拜。主席，哎，阿洪师，哎，咱行咧，这淡薄仔意思啦，那客气啦，应该啦。坐。哎，啉者。主席啊，今日我专工来甲你报告阮餐厅的代志。是讲咱遐尼侪年的交情啊，是毋是会当斗相共替我讲一寡好话，互我餐厅会当继续做落啦？遐尼侪人要饲呢，麻烦拜托啦。对啊，是。啊，你敢有听这件代志啊？有哦，阮朋友有人去食，食了以后巴肚共款嘛是无爽快。我是听人讲，那是有人检举啦。啊，若是卫生局互你检查，这是应该的。是讲这是顶头的代志，我也管袂着啊。咱遮想毋捌的，讲两句啊啦，拜托啦。阮餐厅哦，规个拢大摒扫啊，哦，嘛消毒过啊，拢处理好啊。条件啊，哎，对无？哎，嘿啦，主席啊，阮遮拢拼甲足清气的啦。阿洪师啊，你是生理人哦，头壳毋都爱较清醒，啊，政治这种代志哦，目色哦都爱较内，爱对着平。啊，若无采你做生意遮久哦，你哪会毋知啦？啊，阮也无创啥，迄文庆的代志，嘛是带念伊是建委的同窗的，才甲斗相共的。咱要共斗相共嘛是爱有站在啦。好啦，敢若是讲后盖个安尼，我是无得处理啊。好，来啦，那啉茶，那开讲，好无？感谢。